同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早7点58分，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花莲天龙星大楼起伫昨9点外，最后一个房底内底32岁姓康的查某老师互救出来，伊不幸罹难。花莲的消防局是表示，伊伫第一时间有走出来，也毋过伫地震发生13分钟过后，佫走入去厝内要救猫仔。迄个时阵，大楼全放弃，伊房底伫1、2楼的楼梯间。太阳青大楼上尾一个受困的人，也就是32岁姓康的女老师，伫搜救8点外钟了后，早早暗时9点11分互救出来，毋过已经不幸过往。搜救人员讲，伊徛伫1楼甲2楼的楼地板，下半身跌掉咧，无法度走出来。内部也有一组人去做破坏的动作，那因为它其实就是遭梁给压住，然后下面也有水泥块，所以导致我们在搜救上，我们是利用消炎机去做下方水泥块的破坏，然后再将患者移出。因为搜救的过程当中，持续有地震尾发生，增加救援的难度。这个32岁姓康的女老师，伫花莲高中咧教册，做辅导老师，伫这间学校服务2年。地震发生了后，原底已经离开这栋大楼，13分钟了后，佫行路为边门入去。消防局讲，伊那像是为了要救猫仔，才会佫转去。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可能因为要去做一个救助猫咪的一个现象哦，然后就自己独自又跑到大楼里面哦。那经过5秒钟之后，那整个大楼就倒塌了。因为太阳青大楼也佫有持续起气的现象，工程人员调把战甲来检验大楼起气的趋势。按算拜4早起，检方甲技术去现场看过了后，上紧拜5才有可能开始拆。我们目前整个安全距离已经向外延伸20公尺以上的一个距离哦，因为整栋大楼它是一个帷幕式的一个玻璃哦，那我们怕等一下如果有倒塌的一个状态的话，玻璃的碎片哦可能会伤及我们民众。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阵，大家是惶惶恐恐，有住户希望会当转去摕物件，不过到早起6点为止，地震尾已经有300届。当地里长讲，要是爱以安全为优先。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去天王星大楼现场，花莲天王星大楼最后一个姓康的老师，伫昨已经互救出来，不幸过往。因为大家惊讲这大楼会放弃，即马现场正在吞土，检察官伫今仔日嘛去现场调查，上紧等72点钟后会开始拆除。咱即马就连线伫现场，要互台记台记者张一辉，请一辉甲咱讲现场上新的情形。是主播目前记者带大家来关心花莲天龙青大楼上新的状况。伫天龙青大楼遮，最后一位等待救援的住户姓康的小姐，总算伫昨暗9点12分顺利获救出来。不过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花莲县政府向媒体表示讲，天龙青大楼因为关系到人命，必须要由检察官进行刑事勘验。今仔日初时一透早，侪人员开始动工，准备来囤土。目前大楼已经刷6.5公分。技师表示讲，若是稍微到8公分，真有可能规栋大楼会崩落来。目前人员当咧现场囤土，会囤到2层楼遮尔悬，就是惊讲若是大楼倒去，会当甲伤害降到上低。目前天王青大楼70几位受灾户嘛已经安置伫中华国小、中正体育馆等等的所在。大楼伫72点钟内并未拆，嘛因为即届地震大楼倒去有牵涉到刑法。今仔日检察官嘛来到现场来调查，爱了解为虾米会倒去，敢有合法去大楼顶顶的状况。民族里的里长表示讲，因为大楼地下1楼是餐厅，尾仔是变做私人的招待所，检察官会来调查，敢有破坏大楼的结果。以上就是记者伫花莲天龙青大楼上新的状况，甲时间交予主播。好，多谢议会刷来另外一个现场是另外一搭倒去的厝，这是伫花莲的北边街一栋5层楼白色的建筑，内底住18人，伫第一时间昨昏拢有走出来。昨下晡这个所在已经开始拆除，咱即马要连线互人伫现场，台记界的记者郭碧君。来关心花莲大地震的消息。花莲大地震昨早时8点的时阵发生了后，会使讲这个地震尾是一直发生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统计，这个地震尾到当是已经发生了300多层，会使讲是规暝拢一直咧摇哦。
那记者人即马伫咧花莲市北滨街16号，这栋原本是5层楼的透天哦。这栋透天是一家伙仔拢住伫遮，1楼是早顿店，不过却因为昨透早我8点的大地震规栋崩落，会使看到现场已经有重型的机器甲工具伫咧拆这栋透天，拆这栋透天哦。现场有消防车咧喷水减少营业。那现场咱也访问到原本住伫内底姓吴的住户，咱来听伊是安怎讲的。这个部分1、2楼是我的部分。3楼、4楼、5楼是阮阿兄的、阮二兄的大的所在。啊，阮阿兄楼顶拢总含伊住4个人。啊，暗暝咧录影带遐来看吼，上尾一个人出来3秒钟了后，2楼就是变1楼。啊，我是沿2楼摔落来楼骹。啊，但是我第一个反应啊惨啊！我的查某囝甲我的囝婿是毋是去底啊？好佳在我有听到因的声音伫外口一直甲叫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已经渡过几个花莲地震，这边都渡袂过啊，因为太大个。我先是表示，这栋透天已经有30年的历史，因一家伙仔拢住伫这栋透天内底。地震迄时，伊位2楼，因为透天崩落，伊就位2楼直接跳出去到车路逃生。加上迄时伫咧透天内底厝内人、早顿店的人客拢有顺利走出来。不过伊也讲，这栋透天是伊一生的财产，伊甲厝内人伫内底的财产物件拢袂付摕出来，这栋透天就开始拆咯。伊接落来会使安怎生活？伊嘛望县政府会使来斗相共。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花莲的连线报道。多谢毕君。在明希望县政府会当斗相共，也若花莲县长徐正伟伫8点半左右，到北滨街的现场去了解拆除的状况。针对灾害的损失的补助，伊嘛有简单做出说明。伊嘛讲伫下晡，县府嘛调开说明会，和灾民沟通。咱来听徐正伟详细的说明。我们说第一个，公部门的资产，无论是学校像花女的校舍，或者是各学校各公部门的财产，有任何的灾损倾斜倒塌，这个公部门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可以给予公部门的资源来协助，让它重建、新建、修缮。但是民间私人的房屋损伤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用公款。用公部门的经费来挹注，所以唯有社会大众大家一起共同积沙成塔。头拄听到的是花莲县长上新的说明，所来为大家来整理昨昏即届花莲大地震的伤亡。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的资料，到今日早起7点的统计，这场地震计共造成9个人死亡，1038人受伤，其他也阁有即马阁有96个民众受困等待救援，也若失去联络的民众有48个人，主要拢伫花莲的矿场。目前花莲甲新北拢也是第1级的灾害应变中心的设置，也若即届的地震真侪进度达到5级以上的县市，其实这县市的民众，大家拢无收到国家级的警报，这嘛引起讨论。气象署伫昨昏半暝啊，阁一摆针对这个代志做出回应。因讲即届地震，因为是地震有报的系统、有警系统，就是讲地震的规模无遐尔大，所以才造成有7个县市并无发出这国家级的警报。未来会调整发布的标准，卖增加一寡存救的空间。咱来听地震中心详细的说明。地震速报因为基于时效，并没有办法全面的一个计算相关的资讯。而会产生与后续实际的一个观测震度的一个落差，造成民众的一个困扰。气象署在这边表达诚挚的一个歉意，气象署将会持续来检讨、精进这些计算的一个流程，还有发布的一个机制，来因应于震度较大时，对民众适时发出国家级警报。
所以咱来关心讲，这阵地动经济气象署的统计，到今仔日透早9点为止，昨昏上大地动加上尾的地动尾，即马计共有测到324届地动。这几天继续拢会有地动尾，乡亲一定爱细致。另外，花莲秀林乡、和平乡、富士川伫今仔日是宣布停止上班上课。所以咱继续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也是真烧热，各地拢将有可能出现30度以上的高温。咱同齐来看温度。气象署针对嘉义、台南、高雄、甲屏东，伫今仔日有发布高温特报。其中嘉义、台南、高雄是柑仔色的灯号，有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感觉真烧热，所以乡亲爱做好早日，嘛爱加啉水。也若清明连假这2天会有锋面通过。北部、东部和中部山区会有局部阵雨，明仔载北部、东部就会转较凉啊。中南部云嘛变较高，就袂遐尔热，会感觉较舒适。拜六礼拜另外阁有一波锋面会到位，各地天气会转做较无稳定，落雨范围嘛会变较宽，有雷公雨也是局部阵雨会发生。继续关心地动，昨昏规模7.2的大地动，灾情上界严重的所在是伫花莲，有几啊栋建筑物受损害，嘛发生崩山、走山、落石头。其中伫天王星大楼特殊队有救出24个人，另外伫花莲的市区北边街5层楼的建筑物嘛因为起去，民众登去摕重要的物件了后，管护透明拆除，按算伫今仔日早起会当拆线。也若其他也有道路未通的部分，道路已经拢在抢通。即马调伫山区的民众嘛会开始今仔日会继续救援。地动来的时阵，敢是去翕到路人的人甲车。地动先用摇的，煞来用心的。停伫天王星大楼边仔的头一只车，乘客有紧走出来。外底徛伫边仔咧看的民众，发现大楼要崩起啊，就3步做2步，紧要闪开。无甲一望领就规个迎碰碰。各位大楼的头前边看，厝崩起的时阵，短短几啊秒钟，地下卡全咧消失，规个是烟架。那栋楼真的倒了啦！大楼的管理员表示，头一届地动的时阵，厝看到就强要崩起；到第2届喊甲真厉害的时阵，规栋厝雄雄起起，楼层较低的所在有人先走出来，毋过较悬楼的所在有人掉伫遐。经过好运了，你落去就崩啊！花莲县消防人员除了加开，互部分受困的民众会当直接爬出来，毋过住较悬的居民都要靠分推车落来。救援人员嘛赶紧入去救人，会当看到规个楼地板起起，真好保持平衡。店嘛比较真厉害，甲受损，因为门口嘛变形，干来当用家私破坏才会当开门。小心小心，后边有会动啊！太险了。甲大拢起一边，规涂骹嘛，招拢是红毛涂骹。搜救人员要是顺利引导受困的居民疏开。这里哦1楼了哈。到了，辛苦你了。不会。下晡管府再把站角来，希望暂时甲大楼退掉咧，避免大楼向向崩起。救援人员拢总救出20外个人。也若伫北边街的公寓，有一间伫1楼的早顿店，是规个红底变去。代志发生了后，3楼的居民嘛为空棚内底紧走出来，因为管府监管科通知，下晡开始拆这栋大楼，而且会透暝进行。伫要拆掉进前，互住户30分钟等去款行李。不少民众是赶紧总等去摕物件。小姐，你今天外面一点带小孩比较危险哦。想要帮忙的话，我帮忙。地震发生的时阵，会当看到亚洲水泥厂区嘛规个真营业。目前矿区下骹的部落一切拢平安。也若台泥嘛表示，规间工厂当伫检修当中，以当人的安全为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大地动造成苏花公路真侪路段崩起，中地路段发生大规模的走山，大清水泵坑出口的道路消失规个断去。因为日头在落石头，地动的第一时间有民众互落落来石头憾死，阁有3个爬山的民众伫德卡伦步道互石头击着死亡。因为即马路也未通，有真侪民众甲打去掉伫山区。地震！山崩地震，秀林。就伫1万年啊，开始天摇地动，山壁大规模崩落来，场面风看了会惊。重大地震，上方。地动喊甲真厉害，大桥山中的路段大面积崩山，为海顶远远看去，规粒山是硬蓬蓬，看无清水断崖。直升机高空勘察，土石是一直崩落来，四界是规个拢土粉。苏花路龙几个路段灾情是真严重，大清水泵坑外口规条路崩落，山规个无去。阁有人伫回得泵坑的停车场，去有落来石头直接拱着。我们有一位林长在那边工作扫地，那他说，
当场就看到落石砸死了，砸到那台轿车是租赁车，那车上的乘客就死亡。甚至还有爬山的人，伫德鲁古国家公园的坠落古道爬山，其中3个人捡落来石头，共着抓无命。土石的崩落，所以有3位在追鹿古道，这个受到我们山崩的部分，也目前已经 OK。这个地动故是说花路龙，都夺走几条性命，包括台9线、台8线、台11线，路崩去的情形是拢真热烈。不少民众嘛，因为安尼调伫遐，亲像伫德鲁古，包括园区的游客在内，有成千人也无法度落山。遐若调伫火车崩坑北边的40个游客，公所派车去甲载，而且沿路可以当看到涂骹的笔顺是真长。灾难的部分啊，财产先放着，先放一边了。警察一直苦劝，因为有10外个人无想要离开。看对方袂配合，落尾手警方动用公权力，甲人撤离去安全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也那花莲东海岸台11线35.5公里甲39公里这所在，昨昏因为地动崩山落石头，路基洪挖空，丰滨乡公所有出动机具赶紧抢通道路，希望路会当赶紧通。丰滨乡基架村台11线39公里出现2个路基洪挖空大面积崩塌的窟窿，目前双向交通拢未通，工程人员透暝在巡逻，因为伫昨暗的10:35分已经先抢通，今日透早会继续赶紧通到9曲洞的路段，西140.7公里，也阁有5个民众，即马已经赶紧拢互撤离、互救出来啊！也伫148.3公里，互受困掉伫遐9个人已经先就地安置，道路会赶紧抢通，要赶紧甲掉伫山区的民众赶紧救出来。高乐局嘛提醒民众，虽望路有通啊，也毋过地动了后，山区的道路拢较无在、较袂稳，嘛高发生崩塌也是落石头，路况是真歹，所以民众乡亲无必要唔通去山区。花莲发生大地动，这下交通大乱，不管是上北还是要落南，民众拢爱哭一大连。内政部长林佑昌是表示讲，政府会赶紧增加飞行机帮和船帮，嘛答应讲会先抢修，甲铁基路、火车先抢通，代替高雄往回台东的新竹江号，伫昨昏就先开放客票，要增加运输量。对向落南的车流是平常时的几啊倍，受到地动的影响，台9线伫花莲甲宜兰有几个路段放弃，路袂通。地主原底要上北的民众，干来当伫台东关山西环头，改往屏东甲高雄的方向去。平常没有那么多，因为车子不能过了嘛，我就不往高雄了。花莲要上北的路袂通，沙石仔车、清明回乡的民众等等，都拢爱西远路。有货车的司机为宜兰送回去花莲了后，拄到地动，即马伊就爱落南踅一轮，才有法度转去到北部。增加十几个小时吧，12个小时吧。上北的路拢袂通，花莲的交通是真无利便。国民党立委鲍坤基呼吁中央，都要紧急增加飞行机的基抓。我们看到至少有4、5个地点，摊下来的路段都非常的长，不止桥段，而且那个石头是埋掉整个路段，甚至连路都看不到。这一次的地震在早上发生来个突然，那班机的一个加班数量可能会很有限。除了增加飞行机的基抓，海运的部分下晡3点开始开放民众登记台北快轮，因为紧急加开的船帮，干来当甲汽车为宜兰所学再去花莲，民众都要家己搭火车，这嘛有民众感觉真无利便。问题是火车有开，现在好像没开啊。空运甲海运拢投入资源，不过也是有班次无够等等的问题。下晡伫代替高雄火车头，有一个家长伊的囡仔伫花莲读册，已经着急去火车头问看敢有代替交通。本来学校都已经订好了，结果现在一切都没有办法回来，小孩自己一个人在学校，我们做家长的很担心。为了赶紧疏运，代替宣布，车衫往回高雄到台东，新竹江号EMU 3情形，全部开放客票，而且按算初时早起，凤林往花莲这段会修理好势，到时就会当为高雄搭火车去花莲站。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规划要引进1年移工甲印度签署合作的备忘录 MOU， 文本内底文本的内容即马已经公告，也若主要重点内底包括讲要开放的行业，也有人数，这部分拢会由咱台湾来决定。双方会成立一个单一的窗口来选劳工的。进行选劳工的机制，
也嘛偷改甲简化劳工聘雇的听书写入去条文内底。来关心联合报，校方若是发生二小的案件，拢是回归予学校家己去做行政调查甲处分，无要求爱将学校调查结果交转去予社政单位做处罚。这嘛造成讲无法度公告加害者、加害人的名，甚至呢一寡加害者阁会当继续踮伫教育界的架册为非三做。民进党的立委就要求这部分一定要改善，要补破网。来看中国时报。宝林地市信义区 A13 店食物中毒案，即马也搁在查。卫福部配合检警去台班的总铺的徛架做环境的采样，即马等待化验。因为昨昏发生大地震，实验室是有暂时停电。小苏第一时间是表示讲，安尼细菌的培养恐惊搁爱定来搁定做啊，也搁尾也搁讲并未受影响。小苏公布宝林地市食物中毒案上新的调查进度。伫顶个月底，因有含检警去台班的总铺引导去采验，有采14个样本。也那即马宝林案的通报的病例嘛，阁增加2例。目前全台湾累积已经有32例。台大法医所检出宝林地市杜志赛手有比较混酸，小苏初三记者会也公布上新采检结果，同款也伫杜志赛手检出比较混酸阳性反应。搁一摆证实毒素就发生伫远北宝林 A13 灶卡内底。啊，不过医院欠最后一部分，就是引起比较混酸的原凶糖厂埔伯克氏菌到底伫倒位？所检调甲小苏人员3月30去越南籍杜志赛的厝进行环境采检。14件，包括手部门的把手、冰箱把手、汤匙、水壶的把手、刀具、洗脸台，还有床面等等。宝林地市食物中毒案件已经造成2人死亡，所标出业者的产品责任险已经过期，无继续保，受害消费者恐惊求偿无门。为保破网，小苏宣布为即马开始有1个月辅导期，未来比照汽车责任险要求食品业者伫非定不可登录平台强制上传投保的证明，互地方卫生局严格查，啊若无上传严罚300万。我们会跟财政部合作，那会从保险公司直接上传，所以我们会知道母数哪些食品业者应投保产品责任险。啊，不过因为初三发生强烈大地震，小苏昆阳实验室再起大跳电，细菌培养恐惊就安尼断电，爱全部搁定来。越南籍杜志赛厝内的环境检体，是毋是用伫1礼拜内出来，有关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即个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副总统赖清德伫昨下晡嘛赶到花莲去了解上新的灾情和抢救的状况。赖清德是强调讲，目前第一大先爱做的就是抢救，另外水和电伊嘛只是讲嘛爱赶紧抢通、赶紧抢修。另外，这阵地震嘛造成空军花莲基地6架 F-16，也有2架 F-5的战机去入着。即嘛啊，毋过呢，这并无影响咱战备的任务。因为强烈地震，花莲加州东西区副总统赖清德临时取消中常会，头先到倒去的天王星大楼。民生的公共设施要尽速恢复，这包括交通啦、水啦、电啦。那目前根据交通部的报告，在明天台铁的东部干线，明天早上就可以单线双向通车。伊指出，目前除了水电断气的问题，爱在上紧的时间来抢修，佮以抢救做第一优先，然后过去花莲路中了解地震了后的状况。因为航航不知建筑物结构受损，世界因看到地震落过去的砖仔甲土角，冷气外机也特别落落。空军花莲基地要灾前，停伫修护片厂内底 F-16型机甲 F-5型机表面拢小可切伤。6架 F-16型机及2架 F-5型机。因地震滑动触及工作架等，造成表面轻微擦伤，经检测并无影响机身，均可立即修复，不影响战备任务。地震后小甲重建工作，副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也全力协助地方，爱安定民众，中央政府会付租金补贴，协助地方政府行出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昨昏的大地震嘛，造成新北的环状线板新站到中原站铁基路规个凸起。目前这段已经暂停营运。
因若检查了后，环状线邦桥站到产业园区站有开始通车。另外，即马嘛会提供接送的公车，对产业园区站到大白拿站每一个捷运站拢会停。也毋过呢，即个高架桥的铁基路规个线位，专家就分析讲，未来要修理、要修复，就要用高空吊挂，会增加困难度，所以当时会当修理好势，真歹按算。技术人员是无用得检修牛条，零四零3大地动，是造成新北市环状线板新站到中原站的轨道线位，景安站是出现列车摆尾，环状线嘛随转线停驶。我就是还蛮依赖环状线这样子啊，然后它现在断掉了，那这样我只能骑脚踏车去。就是板桥到新庄之间的一个通车的一个方式，我还可以搭公车。新北捷运公司讲，经过抢修和列车测试了后，下晡5点开始运行邦桥站到产业园区站，以单线双向来运行，弯曲是16分钟。其他没有受影响，公司会陆续去再做进一步的检修哈。那看起来其他的部分，如果小地方把它调整好，就可以采取分段的部分可以先营运。除了分段来通车，嘛扩大环状线免费接送公车来营运。对新北产业园区站到大白拿站，敢若天国捷运站，平常时尖峰时间10分到15分会有一班车，拄到假日是20分到30分。新北市捷运局嘛强调讲，当地进行防止6日来装置作业，暗算初10早起完成。另外，未来轨道的修复是无时定，一切以安全做上大先。专家分析，因为轨道的高度悬，未来就喺空中吊挂难度更较悬。这个区位它的整个高架桥梁的高度其实已经高达8层楼以上的一个高度了，所以相对的施工的一个难度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出现高架轨道线位，有专家烦恼讲，若最近有规模较大的地动，都要注意防止轨道落落来。上部结构没有连到桥柱的，比较担心是万一刚好又有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余震会掉下来。不过专家嘛讲，原则上桥拢会有强化耐震的设计，即摆地动震度大，加上顶悬下骹正面倒面拢要害，有可能造成线位。详细原因，该进一步来检测。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墨西哥。墨西哥选举的暴力的代志是日头发生，有一个执政党市长的候选人拜一个时伫中部地区走竞选行程，竟然是当场互枪杀。因若过去半年来，墨西哥已经有24个候选人死亡。La ciudadanía está con nosotros, nos cuida, pero sí, claro que vamos a tener protocolos de seguridad mismos que ya está viendo el jurídico del partido en el estado. 这个讲话的人是竞选市长的盖坦，伊在世上尾出现的画面。伊当阵伊当伫墨西哥中部瓜纳华托州的塞拉亚，展开伊头一天造势活动。想袂到，就伫伊讲到安全计划的时阵，煞去歹徒开枪，当场抓无命。这个消息传出来，执政党的候选人是感觉惊一跳，而且为伊集体默哀。Esto es algo que nos tiene enojados, conmocionados. 盖坦今年38岁，捌是一个律师，嘛是塞拉亚唯一一个女性的候选人。目前并无了解是安怎伊会成做防攻击的目标。不过，瓜纳华托州最近这几年暴力问题真严重，犯罪集团正在为了修正地盘，爆发激烈的冲突。有分析认为讲，帮派为了强化影响力，正在会透过施压来影响选举的结果。而且大部分选举的暴力发生伫咧市政战期。有一份调查显示，从去年9月以来，已经有24个候选人不幸遇害。Y asegurar que estos hechos no quedarán impunes. En el gobierno del presidente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estamos comprometidos con la protección de candidatos de los distintos puestos de elección popular. 墨西哥安全部长答应讲，会替盖坦讨公道，卖调查盖坦事先已经有向当局请求提供安全保护，是安怎无得到适当的回应？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继续关心以巴冲突是造成加沙走廊200多人，即马是遥寄失踪。长期有进行食物援助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因有7个工作人员嘛，因为以色列发动空袭尾也死亡。即马呢，有几下的慈善单位、慈善团体已经赶紧暂停当地食物的救援，即马有可能会让加沙地区的人道危机变甲更较吃力。
美国非营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7日伫加沙地区进行援助工作人员，找去伫以色列空袭当中死亡，以把冲突和加沙限制人道危机。世界中央厨房负责分散救济食物予当地民众。官方声明指出，先组织进前已经甲以色列军方协调，在满100多栋纽西军队率伫离开物资发配仓库的时阵拄着攻击。世界中央厨房又再度批评，以军是伫攻击人道主义组织，将药剂当作战争武器，无法度原谅。This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There is a need fo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what happened here, and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committed to that. 死亡世界中央厨房成员分别来自澳洲、英国、波兰、美加象征国籍加一个巴勒斯坦人。但是发生时阵，因在应付组织标志的战车运送上新到加沙食物，受害者少数国家拢要求以色列按有一个公法。美国总统拜登佫正生气谴责以色列无保护好救援工作者。以色列是伫代志发生了后公开回释的。The strike was not carried out with the intention of harming WCK aid workers. It was a mistake that followed a misidentification at night during a war in a very complex conditions. 世界中央厨房这半年来继续透过陆海空3种管道援助加沙走廊，到3月底已经发至少1700台卡车食物加煮物件驾驶，各建立社区厨房服务，有路无厝的民众。即马工作人员死亡，包含世界中央厨房在内，真侪机构拢宣布暂停伫加沙的食物援助行动，引起国外忧虑当地人道情形会搁较严重。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即马连来到3天的援助人员拢恐攻击，世界中央厨房创办人安德瑞斯接受访问的时，伊是真激动，情绪激动，批评讲以色列就是有系统的咧攻击。即马白宫嘛表示，美国总统拜登针对这件代志是感觉心痛佮愤慨。在以色列空袭加沙，杀害美国主权机构下底世界中央厨房7个无共国籍人道工作者了后，获奖人是心肝肺道。创办人安德瑞斯接受专访，情绪是真激动。They were targeted systematically, car by car, but still I cannot confirm that it was used 3 individual targets or was few other ones that because they were not successful in hitting, they keep trying. This was not just bad luck situation where, we dropped the bomb in the wrong place with a very defined humanitarian convoy that had signs in the top, in the roof, a very colorful logo. They have been contacts with him directly to make sure that this won't happen again. 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对这件代志是愤慨佮心痛。虽然以色列调查的结果也未出来，不过美国是真不满，话嘛讲了真重。They did not believe that it was the World Central Kitchen that was operating those vehicles at the time. Whatever the reason was that led to this tragedy, whatever the mistake that happened inside the IDF, it's unacceptable. 世界中央厨房罹难者的遗体已经再离开加沙，因为来自澳洲、英国、荷兰、美加双重国籍，还有一个巴勒斯坦人，伫离开加沙已经变异太平间的时阵，伊方讲出战争的无情甲粗残。والذي تقدمه الحكومة البريطانية والحكومة الأمريكية دعما للجيش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إن كان بالمال والسلاح والعتاد لم يفرق بين الفلسطيني والجنسيات الأخرى. 公司新闻吴良编译。土耳其上大城市伊斯坦堡一间当地整修的夜店，4月初2的时是熊熊火烧厝，造成29个人死亡。这死者拢是伫内底做是整修的工人。目前土耳其的司法部已经当地调查。建筑物突然间呈现大火风烧，甲密密麻麻。土耳其上大城市伊斯坦堡的市中心，一栋16层楼的楼仔厝，地下2层楼是夜总会。这间夜总会为着赶伫开斋节结束的时阵完工，伫当地的时间初2下晡1点左右，建筑工人当伫做内部的装潢的时阵，忽然间是发生大火，造成2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其中有7个人伤势是真严重。死亡的和受伤的，拢是迄当阵当伫整修的工程人员。
起火地点是伫咧地下室的工地，相对伫咧几点钟后才甲火势控制掉。土耳其的司法部已经针对这个重大火灾开始调查，包括夜总会的经理、整修工程的负责人，拢总8个人是发出拘捕令，其中3个人已经互拘留讯问。伊斯坦堡的市长嘛对罹难者是表示哀悼，嘛指出讲，这间俱乐部被装潢事情并无申请许可。İçeride yapılan yapıyla ilgili hiçbir tadilat, inşaat başvurusu yok. Tabii yapının içeride altta 2 kat altta olmasından ötürü de biraz görünmeyen bir alan. 为了安全，警方是切断这栋大楼的电力和瓦斯的供应，检查几栋大楼，评估伊的安全性，而且封锁附近的地区。司法部讲，目前已经派3个治安和火灾监测的专家组成专案小组，确认火灾确实发生的原因。另外，土耳其的内政部长嘛已经透过电话向总统埃尔多安来进行这个火灾的简报。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咱台湾发生25年来9日1过后上大地震的规模有7.2，国际拢真关心。美国下党派议员是表示，会和台湾驻美国单位合作，甲台湾斗3工。因为法国的救灾专家是俄罗咱台湾对地震的应变能力真好，嘛讲有需要法国的救援队会当随时出发来帮忙。另外，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嘛伫社群平台对台湾表示慰问。继续关心欧洲联盟宣布要针对2间中资的太阳能板财团进行调查，原因是这2间业者涉嫌接受中国的补贴了后，这标案的介绍报价是比行情还佫较低，欧盟认为这会破坏公平竞争。继续关心乌克兰即马欠股。镜头转来过来关心伫昨早7:58分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湘北的进度拢有达到5级，台北的部分伫一寡工地嘛，因为有更紧对顶悬落落去撼到隔壁住户厝边头的厝尾顶。另外，伫南机场夜市的老公寓厝，袂堪你地震，这更紧拢走出来，规个厝嘛拢有危险。现场已经成立前进指挥所，要安排来建筑部看讲这个所在敢会当住人，嘛已经有大红单，计共有10栋50户封锁开。东北条地震又搁真厉害，伫台北市建楼一段巷口内工地更紧位悬的所在落落来，其中一个讲到隔壁住户出楼背顶的壁，实在真惊人。有人非常受到角度翕，因家落落来，工地大楼硬蓬蓬，大地一个工地也传出灾情，吊臂弯45度，现场有封锁线，经常经过吊牌吊车来刷掉。火化主体厝顶有问题，因为海较真厉害，亲像水墙下落来。又发现有大片的泰路浸破去，港界南机场夜市附近老旧公寓受地震影响，内边北路条外更紧用要流出来，住户是心惊惊。刚买菜回来就开始有轻微的震，很用力震就赶快跑出来，也不晓得里面发生什么事。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这样。楼梯表面被开，整个落落来，现场经过勘查，结果技术鉴定，毁败联动建筑物有直接的危险。现场成立前进指挥所，将对有公共安全记录的建筑物打红单，基于统计有10栋50户需要疏散到附近国小。专家研判这几楼无适合大，爱加强结构体。到这种程度的话，就是最好不要再居住了，尽量不要进来太久，因为遗症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目前的话，户籍资料有70多人，所以现在还在掌握当中。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也试着现场来做一个通知。金海路的大楼也传出民众因为地震受困在电梯，警方赶到现场安置民众，也公布联络电梯维修人员顺利协助脱困。连接上白中正桥也喊甲真厉害，技术也努力调载。西地高架桥的小客车客运拄到地震，马上减速停驶。桥上饮料店的看板不是落落去，就是悬空。各地灾情未少，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提醒做一级开设。各地灾情有停电、漏水、加速管破气顶，加建筑物损毁，至少11人轻伤，2人重伤。那2位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因为地震导致的乙炔钢瓶倾倒爆破，所以这2名男性工作人员
身上有68%烧烫伤，也已经送到台大医院。台北大高单暗时有中信兄弟主场赛事，万雄启动巡检，商场甲影城这两栋发生部分水管脱离，无情还伤亡甲重大灾情。球赛正常举办，会继续检查球场设施。记者综合报道。因那新北的灾情，除了头拄看到环状线铁基路突起以外，伫新店的山区是有车路放弃地基防挖坑，北京人家厝强要倒，有13个住户赶紧互救出来。新北市长侯友宜有赶到现场，针对这个社区500多户讲的重新评估，嘛表示爱撤离就爱紧撤离。另外，在土城有一栋大楼起起，更紧走出来，嘛赶紧疏开157个人。因若伫中和是有印刷厂规个放弃，4个员工经过抢救，加载拢互救出来。新店山区的路大面积崩塌，地起空气真侪车队路有北京面体，都伫崩塌的边仔，都叫伫东尾厝向起出落去。这是新店安泰路灾情，好加载13个住户有倒出来，公比91大地震搁较大。太大力了，跑出来外面就走从那个掏空那边过去。崩塌的所在，高木局表示用更规装组织图继续帮，厝坑部分用蓝木孔贴做火加固支持。另外，也起救灾便当，调动机构协助居民刷车。新北市长侯友宜到现场指示爱撤离就撤离，灾损同步处理。把整个社区有500多户，那我们做好整个房屋的安全上以及坡地的损害上，做好重新的评估。该预防性撤离的，我们都会今天把它做好。土城一栋大楼因为地震害个成厉害，更紧外头，大楼歪起，有结果安全记录。市府第时间赶紧疏散157人，有86户申请安置，协助大路社饭店。侯友宜强调，结果补强一定会做到位。市民朋友，台北1家亲的居民们，稍微辛苦一下，到旅社跟饭店待一下，那我们会尽速的在检测安全结果没问题以后，可以回家拿东西再拿东西，可以回家住再回家住。中和这间5站楼悬的印刷厂也崩落，4员工被护导出，警方经过3点钟的抢救，全部救出来。现场一共有4个人受伤，1、2楼的部分2男1女，其中有1名男生，我们送双和医院。另外一个受困长达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也可以说从8点多受困了，但是后来我们了解他在1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把他救援出来。地震也影响新北交通第64线往上河平野出口，后至长期倒伫路边，只剩一车道行过。有民众伫面册分享伫棒球实战路，入去大楼有体架这物件落落去。新北市在海应变中心同款提升做1月开设，及时应变灾情。记者综合报道。因若有一个民众是用步链的环岛，伊行伫台九登山时拄着地动，互地动连落来石头去撼着倒边的大腿骨，造成大腿骨骨折，赶紧互送病院急救。因若目前苏花路龙是全线拢未通的，因若宜兰太平山的园区嘛，因为路面有闭开，阁有崩山的情形，所以伫4月初5进前拢无要对外开放。消防警员甲民众扛起软桥，紧急送病院。4月初3的大地震，苏花路龙一直有石头落落来，民众行路宽道的过程当中，伫台九登山恶化崩坑北平出口，叫石头拱着，倒脚大腿断去。另外，在苏花改路段和平溪桥的河川桥伸缩缝有隆起大概20公分左右。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做排除。苏花改和平溪桥春秋的棚产生20公分的落差。公路局接叫抢修，因为大清水段严重放弃，苏花路龙全线持续封起来。敢若开放救灾，甲在地居民的车通通行。因若苏花改所有入口嘛进行管制。太平山的点仔加路，因为大地震比较真厉害，边坡也是持续有石头落落来。为了保障太平山蹦蹦车通行的安全，园区的人员针对铁基路详细检查。太平山园区嘛宣布4月初5进前会封起来征收。我们有发现持续性的一个边坡落石，还有就是将近有数十段的一个就是道路有裂开的一个情形。龟山岛龟首地震了后，发生大量的土石崩落来，龟片规个无去，附近的渔船看就是惊一条。南无蚵仔渔港因为地震发生差不多2公尺悬海涌的落差，海水升向外海流，结果大量跃入来港内。
渔船对海洋流来流去、扩来扩去，造成部分的损害。加在这的灾情拢无人员伤亡。记者综合报道。昨昏的地动伫新竹的进度是5级，新竹科学园区为着确保人员的安全，拢有按照程序赶紧启动疏开措施。也若管理局嘛有成立应变中心。另外，伫新竹嘛有一寡灾情，有学生和教师落来天棚去喊着头，流血送病院。受到地动影响，科学园区员工穿无尘衫，就赶紧走出来。都惊地动愈来愈严重，全部拢踮外口，唔敢入去公司。因为地动发生在上班时间，园区道路别大塞车，科学园区管理局也赶紧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台积电也考量安全性，宣布目前各地长的施工的工地，要等待安全检查通过了后，再当继续施工。咱新竹有学校透早有学生因为地动，去互教室内底落落来天棚，喊着脱壳，学校赶紧甲学生送病院，也宣布学校停止上课。对，因为地震天花板砸下来，紧急进来头部流血受伤，那紧急启动紧急照护流程，通知119及导师及家长。另外，阳明交通大学的图书馆也因为地动的关系，内底的册全部拢落到涂骹。好佳在地动的时，图书馆也未对外开放，所以并无学生受伤。现场如苍苍，可见这届的地动真正有够大。早上的时候，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在开馆当中，所以还没有读者进来，所以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预计大概礼拜1会全馆动员来做整理。另外，新竹也有民众早起去爬山，发现在桃园参新竹交界石鼓山原底有刻立的地标，因为地动已经被开变做2半。政府嘛提醒民众，这几天各会有地动尾，山区土石因为地动无稳，乡亲最近嘛较莫挖进山区，较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因若中华即届地动上大进度嘛是5级，在保岩就有一栋100多年的土角厝，互地动是撼甲规个倒去，加在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乡公所已经甲当地住伫遐的人撤离，嘛讲刷落来的协助中建。原本是出入的门口，即阵满世界拢是砖仔角。今仔早起，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动，中华上大的进度有达到5级的顶级。保岩乡有一栋土角厝，未堪伫地动咧摇，就安尼放去。地动我都出来，若无出来就危险就地着，啊，都要去叫我出来，就较袂要紧啦。啊，我去出来，快咧摇就去倒出来。啊，就规动发生，就今仔加赛讲哦，就人无入来，这无人入来，这代志就唔知要哪解决啦。这间土角厝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住一口罩3个人。当地村长表示，这间厝原本结构都拢有损害，已经无适合住人，但是住户家境较困难，即阵也赶紧通报公所协助煞后的重建。啊，伊就是阮乡的低收入户，啊，较艰苦安尼，啊，因这种共业的，啊，所以幸好是人员平安啦，啊，即摆要甲重建，嘿，啊，我们有启动那个灾应变中心，就是管路，我们1万，我们公所2万，先互伊去做别位，啊，我们即摆在想办法来甲伊重整家园这样子。除了土角厝倒去，保岩大有川嘛有旧低调放弃，原本一楼悬的壁面剩无一半，嘛是用插头堵掉的，加强建筑物的安全。中央气象署提醒，未来这几天拢阁会有地动尾，民众爱提悬警觉，唔通挖进危楼，注意自身的安全。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台湾非常重要影像创作者张照东大师伫4月初2过身，伊才到81岁。伊自1968年开始，就以台湾本土文化为主题拍纪录片。为了要感念伊的贡献，文化部表示会请总统颁褒扬令。所以拍的一般大部分是街头的角落啦、人的生活啦、人的样貌，那个叫做社会风景。心理风景其实是比较像从我这边出发去看出去的世界，看出去的人。张照东一生从事影像创作，不论是静态摄影、拍纪录片、剧情片，伊拢开创出伊独有的风格。伊捌摕过国家文艺奖、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张照东自1968年入去到电视台做摄影，嘛开始拍纪录片。伊的镜头对准台湾本土文化，亲像大甲妈当后头厝、讲厝、王尊正典，拢是伊早期真出名的作品。那当然进入电视台工作之后，你才看到很多社会的问题啦、人的问题嘛，那些东西才会让你思考说真正人的样子是什么。
张照堂1943年伫棒球出世，是代代土木系毕业。不过，伊对摄影有真大兴趣，捌伫中视、公司和超市等等食头路过。制作袂少关怀弱势的节目，也互伊深入思考社会问题。这导演亲像黄信桥做文革拢是伊的徒弟。做文革表示，老师是一个对作品正认真严肃的人，也总是互伊的学生上大的支持和鼓励。纪录片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替弱势者发声嘛。只要这个题材做了以后，是对整体的社会或者是对弱势者有帮助的，都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让我们去发挥我们的特长。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失去了父亲了。张照堂老师伫4月初2过身，食到81岁。为着感念张照堂的贡献，文化部表示要请总统明令包容。做文革嘛，希望有一天会当甲张照堂演过的作品重新放起到网络，继续启发济创作者。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教育部举办全国大专学院语文比赛，今年台语项目的演说和写作，台南两间大学、成功大学、台南大学的学生拢摕到真好的成绩。时常出现我的梦中，迄条是我的故乡。好听的歌声，互听甲真入耳，学生用歌声做起头，要啥人听伊咧小解伊的故乡。这毋是唱歌比赛，是当咧练习台语演讲的过程。现代外文系长期培养学生演讲的能力。有教授认为，母语毋干那开讲才通用，因才开始培训参加语文竞赛选手。有袂少科系学生拢拼死来学习，这届比赛嘛有得奖。台语是一个会当甲咱华语共款，会当做知识的传播，做知识的传达的一项语言，所以伊甲别个语言其实无啥物差别。咱应该更加爱用台语来做一寡专业的代志，安尼台语较有法度继续去互大家来尊重。外文系蔡教授伊感觉讲吼，会当伫咧台下顶，互台下骹人听甲耳孔啪，这是爱有真侪技巧来去做训练的，所以阮是以安尼出发点来训练学生。大学面前咧推测母语，即阵有初步的成果啊。台南大学共款有老师用休困的时间陪学生一步一脚印咧练写作，起头因先宣布文章为重点，尾手才个落笔写文章。学生毋干那比赛尔，有人开始应用台语文写台语诗。一开始就是常常会写唔到字，所以老师在改我的作文的时阵就会有足侪红字，后来就是较顺手。话是风，字是宗嘛。你若无经过即个书写，你真歹甲即个文化的底底家留落来。啊，你若敢若讲就会晓讲就好啊，这是一种对语言来讲是一种不公平的讲法啦。为着互台语更加全面性普遍化，侪老师落苦心咧团团。台南大学帮老师讲，因培训愿意来学的囡仔，就哪亲像咧夜景，伊毋望学生未来拢通成做大壮的手画，互台语未来有好音乐，才会功名大拍尾。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因若即几档是已经有愈来愈侪绘本的作家，嘛是用台语本来创作。即马阁有一本新的台语本的绘本，或者无公平。甲阿米亚做伙跳绳的时阵，无公平，你有识。古锥趣味的图，加上简单的语句，阁有台华双语的文字，这是导录伫出版的头一本台语文绘本《无公平》。我画一只狮仔，2只花豹，毋过空桥帮是平。作者用动物做主角，配合囡仔人生活中接拄到的情景，互囡仔家己去感受，安怎合作公平，啥物又阁是无公平。导录伫认为，通用家己的母语来创作是一件真亲切的代志，也希望透过绘本，互囡仔感受台语趣味的所在。希望我做台语文的绘本，会当互因体会甲感受到讲啊，原来台语讲故事会当遮尔好听，用台语来读故事，搁较亲近。平仔出版过台文绘本的作家黄玉琴认为，毋那是囡仔，大人若想要甲台语捡回来，看绘本就是真好的方式。若讲到创作，伊也表示，家己头起先是看到人出台语绘本，感觉输人毋输阵，就安尼开始投入创作。我嘛希望讲这是一个好的循环，有人看到讲这袂歹，咱嘛来做，有来做，更较侪人看，更较侪人做，是较好的代志安尼。
黄玉琴表示，虽望即马有愈来愈侪台语文绘本咧出版，不过比例也是无算侪，好的作品永远拢嫌无够，望大家一个 Q 一个，互更较侪人投入台语绘本的创作。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有3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是34度；东部22度至30度。外岛18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将请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